Hello，歡迎光臨足球通，足球通全球以波會友。今屆世界盃嘅決賽球隊已經產生咗啦，就係西班牙對住阿根廷。咁兩隊波咧會喺禮拜日嘅深夜亞洲時間禮拜一凌晨啦，係爭奪今屆嘅錦標嘅。咁呢一 part 咧都會簡單講講一啲嘅資訊分享啦，同埋一啲自己個人嘅一啲初步嘅感覺。咁呢個之前呢，都要講兩句啦，三四名嘅球隊啦，英格蘭對住法國。咁杜曹呢一邊呢，就根據嘅報道話齋咧，就係好想留低啦，繼續帶隊咧征戰2028年嘅歐洲國家杯咁樣。咁呢個係佢自己諗法啦。英格蘭足總嗰邊咧，根據媒體嘅披露咧，其實亦都支持佢嘅，覺得佢今年嘅執教情況咧係唔錯嘅，入到四強亦都係能夠啦初步完成咗目標任務。咁攞唔到冠軍冇辦法啦。咁即係足總嘅領導層啦，或者管理層啦，對於杜曹嘅表現咧就係滿意嘅，睇嚟同各位可能球迷嗰啲諗法咧或者感覺咧有啲唔一樣啦嚇。咁當然啦，呢個未係最後決定啦，我相信遲啲咧去到比賽結束咗之後，定埋三四名啦，英格蘭翻到去即係本國之後咧，可能會有一啲其他跟進嘅消息都唔定。咁另外法國呢邊咧就已經係基本上確定咗啦，咁斯丹咧將會接任啦，就係法國嘅主教練啦。咁而阿迪金斯咧將會離開啦，佢嘅合約其實已經到期啦。咁所以咧踢埋呢個三四名決賽之後咧，佢就將會咧就係結束14年啦執教法國嘅生涯。佢係2012年嘅歐國杯之後咧係即係執掌法國隊嘅，咁都搞咗10幾年時間，好長啊。其實攞過冠軍，攞過啲亞軍，乜都攞過晒啦。咁就即係歐洲國家杯又冇攞過，攞咗亞軍嗱，但係世界杯攞過。咁迪金斯其實嗰個即係履歷啦，仲有佢自己個戰績方面咧，都唔係差嘅。咁交俾斯丹，亦都係佢自己嘅當時嘅隊友啦。迪金斯接任之前咧就白蘭斯教嘅，白蘭斯交俾迪金斯，迪金斯交俾斯丹。其實呢幾個咧都係90年代嗰陣時黃金一代嘅法國自己啲師兄弟嚟嘅。咁所以咧其實都係一代代傳承啦。法國人才即係繼續係湧現嘅話咧，球隊嘅戰績相信都唔會差得去邊嘅。好啦，咁就馬上睇下啦，西班牙對住阿根廷，咁大家都會睇到呢一張圖噶啦，即係喺一啲社交媒體啊，或者係一啲嘅即係報紙啦，不斷都有流傳啦，講緊咧就2007年啦，差唔多19年前啦，美斯咧同一個 BB 咧沖涼嘅相，咁呢個咧就係當時呢個 BB 就係拉明耶馬嚟嘅，拉明耶馬，咁佢老豆老母當時參加咗一個咧就係當地報紙啦，同嗰陣時巴塞嗰個波衫贊助商啊，世界聯合國嘅呢個兒童基金搞嘅一個活動，咁幸運兒咧就抽中咧就可以咧同巴塞球員咧就影一啲咧就係 BB 照顧嘅相啦。咁結果咧耶馬咧佢老豆咧就中咗呢一個頭獎啦。咁耶馬咧就可以咧得到咧美斯咧幫佢咧洗浴嘅呢個即係殊榮啦，可以講係嗱。你見到咧即係美斯唔識抱小朋友嗰陣時，佢大概係20歲到，啱啱喺巴塞咧嶄露頭角。當然咧其實已經有巨星風範啦，同埋即係好高嘅潛質噶啦，咁就估唔到咧喺19年之後咧，兩個人咧會喺決賽當中咧相遇啦。咁耶馬咧其實亦都多次提到過咧，美斯係佢偶像啦，亦都係巴塞嘅師兄弟啊。咁所以即係兩個人嘅緣分咧都係非常之足夠啦。即係呢邊又估得到嗰陣時抱住個嬰孩喺今日將會成為呢個世界冠軍爭奪嘅一個咧即係對陣雙方咧，大家都估唔到。咁但係當然啦，其實阿根廷同埋西班牙之間嘅淵源咧，就係非常之濃厚。我諗如果你要喺阿根廷嘅咁多歐洲對手當中揀一隊最有淵源嘅波咧，一定係揀西班牙。因為西班牙即係阿根廷係西班牙殖民地啊嘛，阿根廷都係講西班牙文嘅官方法定嘅語言。咁所以其實雙方之間嗰啲嘅互相之間你中有我中有你啦，係非常濃厚嘅。咁好似呢兩個主教練啦，迪拉芬迪同埋咧就係嗰邊嘅史卡朗尼。呢張圖咧，上面嗰張圖咧就喺2017年咧，當其時史卡朗尼參加咗咧，佢嗰時啱退役咗大概2年時間到啦，參加咗一個咧就係西班牙足總組織嘅一個歐足總嘅職業教練培訓課程一個 course， 結果咧就係迪蘭弗迪係當時呢個嘅課程嘅講師嚟嘅。咁佢亦都曾經咧就係親口啦係教授過啦呢個史卡朗尼。咁當時咧喺個學員畢業嘅考試當中咧，史卡朗尼排第5嘅。所以咧，嗱，即係喺嗰個圈住紅色圈嗰兩個咧，左邊嗰個老啲咧就係迪拉芬迪，咁左邊第二個咧就史卡朗尼，呢兩個人之間咧都有師生嘅淵源嘅，所以咧真係咧非常之濃厚。
咁至於你話球員層面咧就更加多啦，嗱，好似馬體會咁，馬體會入邊咧有成5-6個阿根廷球員，係嘛？好似呢個艾華利斯啦、斯蒙尼啦，係嘛？跟住仲有呢個干沙里斯啦，同埋艾馬達啦、蒙迪爾啦、摩連拿啦，嗰啲都係馬體會嘅球員嚟嘅。咁而佢對面嘅對手當中，亦都有咧，就好似呢個馬哥斯羅蘭迪啦、阿歷斯巴爾拿啦，呢啲亦都係馬體會嘅隊友。咁馬體會入邊咧已經有成6-7個、7-8個咧，都係嚟自於今場對陣雙方嘅球員，即係真係咧就係非常之熟嘅。咁而巴塞入邊有7個西班牙國腳，呢啲人咧全部都係美斯嘅師弟啊，所以亦都係咧好熟絡。喺英超入邊踢波嘅車路士嘅安素弗蘭迪斯啦，同對手嘅呢個古居利拿啦，都係即係車路士隊友。好似熱刺咁啦，亦都有咧就係新尼斯啱加盟啦，羅美路係呢個阿根廷國腳，咁而嗰邊嘅博路咧亦都係熱刺球員，所以即係大家之間咧，你場上對見到咧，都唔知道係隊友啊定係對手嘅。咁西班牙同阿根廷咧，以往嘅世界盃就好少對噶啦。咁就本來咧有一場波咧，就係即係南美冠軍同歐洲冠軍之間嘅洲際爭霸賽咧，就會喺中東嗰邊踢嘅。今年3月份，即係講緊幾個月之前啦，本來係有一場咁嘅波咧，係會展開嘅。4年一屆係南美冠軍對歐洲冠軍，因為應屆嘅歐洲冠軍咧就係西班牙，應屆嘅南美冠軍咧就係阿根廷。所以其實佢哋3月份本身係有一場咧就即係相互之間對戰嘅，但係大家知啦，3月份嘅時間咧，中東咧就有戰爭啦，波斯灣咧就即係已經係打到飛起啦，咁所以咧就取消咗呢個賽事，咁啊所以咧最終大家都話，不如世界盃之後再打啦，咁估唔到世界盃嘅決賽咧就係阿根廷對西班牙，咁所以嗰場波唔使踢咧，就轉移咗世界盃嘅決賽咧再相遇，咁其實都係一種緣分嚟嘅。咁啊呢個咧就係西班牙同阿根廷歷來嘅交鋒嘅往績。咁啊中間圈說綠色嗰個圈咧就係對賽6勝2平6負，即係西班牙同埋阿根廷喺歷史上交鋒14次啦，大家係平分秋色嘅。咁黃色嗰個圈咧就係唯一一次對上一次咧喺世界盃決賽周對過啦，1966年嘅分組賽，當時咧阿根廷係贏咗2-1嘅。1966年60年前，咁同而家咧基本上冇咩所謂參考價值噶啦。咁紅色嗰個圈咧就係雙方最近一次對到，最近一次對係幾時啊？2018年，都已經8年前啦。喺嗰陣時咧就係世界盃前，2018世界盃之前嘅3月份，阿根廷咧就係作客咧1-6咧輸咗俾西班牙。哇！呢個1-6其實都幾養眼啊，因為好少有球隊可以喺阿根廷身上啦攞到6個入波嘅。咁而西班牙咧就其中嘅一隊。當然呢個場波咧其實都有少少QK 啦，因為本身阿根廷當時係比較內亂嘅，佢哋嘅主教練嗰時係辛保利啊，辛保利接任咗無耐之後咧，球隊嘅內部團結程度咧係非常之一般啊，所以咧其實喺嗰陣時嘅阿根廷同而家史卡朗尼領導之下嘅阿根廷咧係不可同日而語嘅。再加埋嗰場波咧，阿根廷冇上美斯，美斯受傷就睇波嘅啫，又冇正選亦都冇踢到嘅。咁當其時嘅球員當中，而家仲喺陣中嘅一個咧就係入中場嘅洛斯素，嗰場波係正選嘅；一個咧就係中堅嘅奧達文迪，而家亦都係喺陣中，但係咧就都係後備。咁仲有一個咧，而家係正選嘅，當時亦都係正選咧，就係泰利亞菲高左閘。咁啊呢三個球員咧，當時嗰場波輸1-6咧，阿根廷入邊咧係而家都係在陣嘅。咁而西班牙嗰邊咧就冇啦，基本上個個踢呢場波嘅球員咧，而家已經退出球隊噶啦。好似入3個波嘅伊斯高啦，伊斯高而家就未退役嘅，但係就入唔到國家隊啦。中鋒嘅迪亞高哥斯達亦都早已經退休啦。咁啊，另外中場嘅迪亞高阿簡達拿啦，前利物浦嘅球員啦，嗰場波都係入波嘅，但係而家亦都已經係退休啦。啊，仲有艾斯帕斯啊，嗰啲都好老啦。咁啊，中後場方面好似沙照拉莫斯啊、門將迪基亞嗰啲，亦都一早咧已經咧唔係國腳噶啦。所以咧，其實嗰場波同而家相比咧，我覺得亦都冇太多嘅參考價值。但係呢場波係佢哋雙方咧最近一次交鋒嚟。咁跟住咧呢一張圖咧就係世界盃歷屆嘅決賽嘅比分啦，仲有就係交戰雙方噶啦。咁你見到咧就係從1930年一路到而家咁多屆嘅決賽嘅比數都列晒喺度啦。咁都努力揾下有咩嘅巧妙啦，或者係規律啦，冇咩規律噶。南美歐洲踢到好多次啦，互有勝負，邊個贏邊個輸都有，係嘛？阿根廷攞過冠軍，西班牙都攞過，咁啊大家互相亦都曾經係冠軍嘅球隊啦咁樣。你可以見到1990年之前嘅世界盃決賽咧，個比數係大啲嘅，入波係多啲嘅。90年代之後咧，功利主義抬頭咧，
就慢慢世界盃決賽嗰個比數咧就細啲啦，1-0啊，0-0啊咁樣就經常有嚇。直到咧去到2018嗰屆咧，法國贏咗克羅地亞4-2，咁啊同埋上屆咧就係法國3-3和咗阿根廷，兩場嘅決賽嘅賽事咧入波都多喎。咁會唔會今屆入波又會多啲咧嚇？始終西班牙同埋阿根廷陣中咧都有啲悍將啦，或者係爆得嘅巨星，會唔會今屆延續翻前兩屆入波比較多嘅一個規律咧？咁如果入波多梗係開心啦，睇波始終都捱夜都舒服啲啊嘛。咁跟住咧，我哋數下咧雙方嘅威水史啦。西班牙呢邊咧，其實佢哋去到大賽嘅決賽咧，就曾經係6次嘅，其中5次攞冠軍喎。咁佢哋入決賽嗰個成功率其實幾高啊！唯一輸咗一次咧，就1984年嘅歐國杯決賽，咁啊輸俾法國。當時法國嘅領軍咧就係柏天尼啦，係嘛，泰簡拿啦，呢個費南迪斯啦，中場三劍客。咁嗰屆嘅法國好鼎盛啊，所以西班牙就算輸波咧都冇乜好講啦啊！咁就唯一係嗰屆咧係輸咗俾法國，其他5次咧入決賽咧全部攞咗冠軍。比如大家熟知嘅2018啦、2012啦、2024啦，3屆都係歐國杯攞冠軍啦。咁2010咧係佢哋應該係隊史當中唯一一次咧係世界盃冠軍。2000年、2010年代咧，西班牙真係好鼎盛，嗰幾屆嘅歐國杯同埋世界盃連續包攬，迪保斯基啦、阿拉干尼斯啦，亦都係當時嘅主教練啊。嗰陣時真係 Tiki Taka 啦，大行其道。咁啊，今屆再入決賽嘅話，對住阿根廷咧，可能個難度同挑戰咧會比嗰陣時會更加大少少啊。咁而另外一方面咧，就西班牙對住啲南美波又點樣咧？輸過一次嘅，輸過一次咧就係2014年嗰屆嘅世界盃，即係巴西世界盃嘅分組賽，輸俾智利，輸0-2。啊，咁呢個咧就係佢哋對南美波唯一一次嘅輸波咁樣。咁啊，其他嗰7次咧係5勝2平嘅。咁當然啦，好老實講，淘汰賽階段咧，西班牙對住南美波嘅次數就好少嘅啫。1934年對嗰次巴西，2010年對嗰次巴拉圭就係咁大把啦。之後咧淘汰賽階段咧，西班牙係冇點對過南美波嘅。咁當然啦，西班牙之前嗰段戰績咧，世界盃咁計咧又唔係好強，所以咧其實淘汰賽比賽嘅場數咧都偏少啲啊。所以咧今年亦都係啦，去到而家呢個階段咧就喺淘汰賽當中再對一對南美波係決賽啦，對阿根廷。咁所以咧其實喺往績方面，你要揾一啲嘅蛛絲馬跡咧，其實亦都唔係咁容易嘅。咁而淘汰賽方面咧，今屆有啲人話咧，其實西班牙運氣都唔錯啊。咁大家睇下呢個有冇道理啦？有啲人講，唔係我講啊，我知有啲人寫出嚟嘅。佢話咧對葡萄牙贏1-0嗰場波咧，文迪斯就受傷。文迪斯受傷之前咧，仲中咗次楣添。咁啊，西班牙死唔去啦。因為對比利時咧，就輪到古圖爾斯受傷咯。咁啊，跟住咧替補被入替嘅呢個門將拉文斯咧就甩手，就俾呢個美連奴絕殺。咁啊，再到咧就準決賽對法國，輪到薩列巴受傷，跟住咧就佢哋贏2-0，亦都係咧就輕鬆咁晉級去到決賽。咁呢個文迪斯係世一位、世一閘，咁啊呢個古圖爾斯係世一籠，沙列巴係咪世一呢個中堅咧？唔知啊。咁啊，就算唔係世一都好啦，都係即係數一數二啦。即係呢3個重要球員連續喺關鍵時候受傷咧，係造就咗咧西班牙淘汰賽階段咧係連番出擊咧，都連番得着。咁係咪有啲運氣幫助咧？呢個決賽嘅時間仲有冇咁好運氣啦吓？反正咧到目前為止咧，西班牙咧就已經37場波不敗啦，2年零3個月啊！我之前喺片入邊咧都同大家介紹過啦。上一次佢哋輸波咧係去到2024年嘅3月份喺友賽當中咧係輸俾哥倫比亞。咁啊自此之後咧就經歷過歐國杯啦、歐國聯啦、歐洲外圍賽啦，同埋今屆世界盃嘅考驗咧，到而家都未輸過波。阿根廷嗰邊咧其實都唔錯，14場冇輸過波。咁啊喺最近一啲友賽啦，同埋今屆世界盃決賽周咧係不敗。咁呢個不敗場數咧，其實都係一個幾有質量嘅呢個不敗嚟嘅。因為今年咧，其實佢受咗好多考驗啦，好多逆風波、逆境波啦，都不斷咧係得到咗晉級嘅機會啦。咁呢個同佢哋嗰個硬淨啦，仲有人勁咧，都好有關係。阿根廷呢邊咧，其實就自從喺2018年世界盃嗰屆俄羅斯嗰屆啊，16強啦，咪輸咗俾法國嘅。之後咧，到而家為止咧，7次對咗呢個歐洲波咧，係都冇輸過波，係5勝2平嘅。啊，咁佢哋對歐洲波嘅時間啦，或者係機會咧，就更加多啲啦。啊，好似上屆淘汰咗荷蘭啦，淘汰克羅地亞啦，決賽又和咗法國，跟住12碼互射又贏波啦咁。
今年咧對歐洲波就對瑞士啦嚇，分組賽對個奧地利啦呢啲，咁基本上佢哋對歐洲波嗰個經驗咧，其實各種各樣嘅歐洲波佢都對過，咁應該喺個戰績方面咧，其實都係好穩定嘅。咁另外史卡朗尼上任之後咧，其實佢對於阿根廷嘅改變咧都係非常之大嘅。首先佢帶俾球隊團結啦，呢個好重要，因為以前阿根廷好多時候咧都唔團結，咁而家就唔係啦，圍住美斯轉啦，同埋好多球員咧都甘心啦做工兵啦，為阿美斯賣命啊！咁呢個史卡朗尼對美斯嘅認識啦，同埋佢哋兩個之間嘅即係深厚嘅友誼啦，令到球隊咧能夠咧係即係喺個精神層面咧係領成一股嘅。咁史卡朗尼淘汰賽成績咧其實都唔錯喎，13勝4平1負，只係輸過一次啫。102分鐘計咧就只係輸過一次，就係喺2019年咧美洲國家杯咧輸0-2。當時史卡朗尼啱啱上任，無奈咁就結果嗰屆咧入唔到決賽啦，3-4名嘅時間咧亦都贏咗波嘅。咁就之後咧一路楞到去啲乜嘢洲際國家杯對住意大利啊，跟住今年嘅世界盃決賽周咧，佢喺淘汰賽階段咧都冇輸過波啦。咁所以咧，其實我覺得雙方嗰個即係歷史戰績啊，或者淘汰賽戰績啊等等咧，好似都差唔多嘅。阿根廷仲有一個咧就係幾過癮嘅數據咧，就係阿蒙迪爾嘅規律。呢個蒙迪爾咧就係阿根廷右閘嘅後備球員。咁但係咧所較過癮嘅地方就在於咧，阿根廷晉級嘅4次嘅歷程當中咧，每一次呢個蒙迪爾都係後上嘅時間咧，跟住球隊可以領先嘅。嗱，你睇下佢罰德國104分鐘上場。111分鐘咧，羅美路就頭槌就搞掂啦，3-2。咁啊，對埃及又係73分鐘上場啦，當時係0-2輸住嘅，最尾咧連中三元，即係唔係連中3元，即係連入3個波。咁阿根廷咧就即係最終係反勝咗對手，對埃及，對瑞士係輸住0-1嗰陣時候上咗蒙迪爾啦，跟住加時賽咧就呢個補時階段啦，跟住咧就係追和啦，跟住咧就係跟住加時賽咧，阿根廷咧就連入2波。咁啊上一場波對英格蘭又係。72分鐘上場嘅時間咧，輸緊0-1嘅，跟住佢上入之後咧，就當然唔係佢入波啦，但係咧就球隊咧可以咧2-1反勝，即係蒙迪爾上場之後咧，每能夠帶俾阿根廷呢一啲唔知係運氣啊，定係戰術方面嘅幫助。但係今年佢嘅上場咧，始終咧每一次咧都係咧即係黃金時間，咁同嗰邊呢個美連奴咧係有啲相似。美連奴上場嘅時間咧又絕殺，咁到底係佢靚啲定係美連奴靚啲咧？咁真係呢場決賽咧可以睇一睇啦。不過你問我咧，其實對於阿根廷嚟講啦，即係比較難超越嘅一個即係宿命啦，可能就係即係衛冕啦。衛冕嘅宿命咧就係即係我覺得好難打破，因為咧過去嘅咁多屆當中係得2隊波可以衛冕嘅，一隊咧係意大利1934同埋1938，另外一隊咧就係巴西1958同1962。咁嘅時間咧都係過咗起碼60年以上噶啦。30年代嘅時候，意大利嗰啲即係戰雲密布啦，二戰嘅時候好多嘢咧。對於足球咧嘅影響啦，同埋世界盃嗰陣時嘅規模同而家咧係冇得比嘅。咁而巴西喺50-60年代嘅時間非常之鼎盛，可以講係即係笑傲群雄嘅。而家你喺世界足壇群雄並起嘅時候咧，就冇邊隊波能夠有咁嘅地位啦。所以你而家要衛冕咧就非常之難。咁而更加難嘅咧就係你要做到連續，即係唔係連續啊，攞過兩次世界盃嘅即係主教練，呢個係非常難嘅。除咗呢個30年代嗰個樸素之外咧，阿波素之外咧，其他咧未有一隊波咧能夠係一個教練可以攞2次嘅冠軍嘅，冇試過。咁就迪金斯做唔到，本來呢18年佢攞完之後咧，上屆都可以試，但係就攞個亞軍啊。咁啊，好似比拿度啦，阿根廷上一脫嘅呢個主教練啦，86年嘅時候攞完冠軍，90年攞亞軍。咁而家史卡朗尼喺上屆攞完冠軍，今屆可唔可以攞到連續嘅呢個冠軍咧？我認為呢個宿命咧就真係好難打破啦，因為冥冥中咧，我覺得都係喺而家呢個階段咧，要做到呢一樣嘢咧，係要好即係難、好艱難嘅付出啦，同埋好好嘅運氣咧先得。咁如果你話我自己判斷咧，我覺得有時候即係嗰個結果咧係往往係大家都始料不及嘅。嗱，好似啦呢個圖咧就係我 call 翻啦，之前喺大概6-7日之前啦，喺8強產生嘅時候咧，我就喺即係嗰個社區當中啦出咗個貼啦，咁就俾大家揀啦，邊隊係你心目中嘅冠軍咧？約大概50%嘅人咧都揀法國嘅，係頭號大熱。咁第2名嘅熱門咧就係英格蘭。咁但係呢兩個咧就係率先咧就退出決賽競爭嘅。咁第3咧就阿根廷，第4最少人揀咧就西班牙。嗱，西班牙得9%嘅啫。
咁所以咧，去到而家呢個時間咧，我覺得西班牙可能反而咧係即係冥冥中好似係一個真命天子嘅格局咁樣樣。雖然咧兩隊波嗰個實力好相似啦，同埋好接近啦，但係咧阿根廷上年攞完之後，今年咁艱難入決賽咧，喺個王者氣質上面嚟講咧，我覺得我自己個人認為啊，西班牙好似比阿根廷咧係略兩尺先少少。咁當然啦，我都有自己諗法啦。好似成個晉級過程當中咧，西班牙所體現到嘅即係缺點咧，相對係少啲嘅。一隊波如果攞冠軍咧，有時唔一定係要做得幾好啦，而係要好多地方做得唔差。做得唔差嘅話，犯錯少咧，就係冠軍元素嚟嘅。咁有啲球隊就係唔係啦，有啲做得好好嘅，有啲地方，但係有啲地方好差喎。咁變咗咧就缺點優點都多咧，嗰啲波咧好多時候就攞唔到冠軍嘅。咁西班牙我覺得睇完咗咁多場波當中，佢都有啲運氣成分，但係咧你話對波有咩缺點咧，我又覺得即係唔係好明顯咯。阿根廷嗰邊咧就反而就多啲啦，即係防空能力啊，仲有好似呢個邊路嘅一啲防守等等咧，其實都存在住一啲嘅問題嘅。咁當然啦，對英格蘭一場波咧，其實見到佢哋好硬淨啦，同埋始終阿根廷對英格蘭咧，大家要知道咧，佢嗰種嘅天生出嚟嘅一種針對性咧係好強嘅。喺場面方面咧，唔係淨係足球咁簡單，你感受到兩邊球員嘅對決，特別阿根廷呢邊咧，佢唔係淨係眼入邊唔係得足球嘅，佢嗰種火氣咧，同埋嗰種對抗嘅嗰種使命感咧，係非常之強烈嘅。你見到阿美斯每一次俾人哋辣冧咗之後咧，成班人上嚟咧幫阿美斯出頭，即係佢哋係想開片咁滯嘅。呢種嘅敵視啦，或者係嗰種殺氣咧，喺兩隊波當中咧係特別阿根廷身上咧體現得好清楚。但係西班牙唔一樣，西班牙嘅球員佢哋同阿根廷球員之間咧係千絲萬縷，啱我介紹過啦，係同文同種，甚至乎同宗嘅。有啲情況之下，佢哋之間冇呢種殺氣產生啊！你唔能夠指望阿根廷將嗰種殺氣從英格蘭身上轉移到西班牙身上，我覺得佢做唔到。咁嘅話咧，佢可能會將所有嘅 quota 喺英格蘭嗰場波當中咧，可能用晒。咁呢場波咧，我覺得對西班牙咧，阿根廷攞唔出同樣嘅嗰種鬥志。嗱，我自己個人認為，你哋可以唔同意啊，呢個係我自己諗法啫。所以咧，如果而家睇嘅話咧，我覺得似乎西班牙嗰個機會咧係更加高啲。咁仲有一個諗法咧，就係會唔會係晉級嗰個叫做含金量更加高嗰隊波攞冠軍機會高啲咧？咁我想同大家講咧，就係世界盃咧就冇呢一個嘅定律嘅。如果歐聯就有啊，歐聯就係邊隊波係強方嘅 strong side 嘅出到線嘅嗰隊波咧，通常就係最尾歐聯冠軍。就好似上屆嘅巴黎贏阿仙奴啦，最尾攞冠軍啦，佢嗰個上半區係強啲嘅。咁呢個我就支持。世界盃咧唔一定，比如最緊要最明顯嘅例子就係2010年嗰屆，2010年嘅世界盃咧，南非嗰屆，法國對意大利決賽係法國嘅晉級過程咧係淘汰咗西班牙、巴西、葡萄牙，含金量非常高嘅。咁啊，意大利嘅晉級咧只係淘汰咗澳洲啫，澳洲、烏克蘭同埋贏德國，咁就係咁啦，3場波。唔係10年啊，唔好意思，2006年嗰屆德國世界盃，即係意大利嘅晉級嘅含金量咧係冇法國咁高嘅，但係意大利都攞到冠軍。所以咧有時候咧世界盃就唔一定係信呢一套啊，所以我都唔敢用呢個含金量咧嚟去解釋今屆嘅決賽嘅情況。如果今屆晉級過程當中咧，西班牙應該係含金量高少少嘅，因為你贏咗葡萄牙啊嘛，贏比利時啊嘛，贏咗呢個即係幾個對手都係歐洲嗰啲比較接近嘅對手啦咁樣。咁而阿根廷贏佛德國啊、埃及呢啲咧，其實唔係一啲好高含金量嘅對手，過程有含金量，但係對手唔係好強。咁所以咧唔能夠用呢一樣嘢咧去判斷今屆嘅決賽嘅嗰個即係預測啦。咁我只係從感覺缺點啊，同埋一啲士氣啊、鬥志方面咧，我自己覺得今年咧西班牙機會咧可能會比阿根廷咧係高少少。但係當然你點樣贏法、點樣捧杯法，係12碼互射啊，定係加時定係90分鐘咧？而家暫時嚟講咧，我就講唔清啦。咁或者可能你哋比我更加清楚啦，同埋更加了解雙方嘅情況啦。咁你哋嘅判斷可以 comment 下，講下啦。你到底覺得今年嘅決賽咧係西班牙贏定係阿根廷贏？係點樣贏法？不妨咧就係加啲評論啦，俾我睇睇啦。好啦，今日咧就講住咁多先啦，拋磚引玉啊。咁分享下啲嘅數據啦，仲有一啲嘅前瞻咁樣啦。咁
咁啊，多謝各位收聽同埋收睇啦，亦都特別感謝咧就係各位會員朋友支持啦同埋贊助。咁啊，歡迎大家 like 啦同埋 share 呢個頻道啊。咁我哋下一條片咧同各位再傾過。